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3号，本周的盘前规划。本影片纯属个人分享，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建议。若有帮助到您，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首先来看到加权指数的部分，加权指数呢，上周只有2天的交易日就封关了。那可以观察到的是，上周五的一个黑 K 的棒的高点没有被突破。那周五的夜盘还是有，就是封关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夜盘还是有交易的，所以待会可以看到台指期货的部分是率先来突破了一个这边前面的一个高点的位置。那不过呢，因为呃最后几天的交易日后，美股还有稍微的一个拉回的震荡，也有再次下跌后再次突破，所以要观察到是这个礼拜外国的股市还是有开盘，然后留意到他们的走势是否还有延续的上涨，或者是下跌，甚至是下跌，这样都会影响到下个礼拜台股开盘的一个走势。那过去20几年的统计来说，那个台股开盘的几率都是上涨的几率大概有70%左右的一个统计数据。个人认为这个倒是看看就好，因为如果你现在手上没有部位的人，或者是你是做当冲的人，下个礼拜开红盘跳空上涨，这样对你也没有帮助。不过如果你是手上就有部位的人，那倒是可以期待一下下个礼拜开红盘。那它如果开在压力的前高的位置附近，如果你有部位是获利的，或许你可以做一点调节，或者是说你要加码都可以。再看台指期货的部分，这个封关日的最后一天，它是做了一个上涨的部分，但它也还没有过这个前面的高点的位置。那就是要留意到的是，如果下个礼拜开盘之后，虽然是开红盘，但是它就是在这个前高的压力位置附近，那就要留意它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压的动作，或者是再次做一个横盘的整理。不过这一个上涨的走势已经确定出现了，所以就可以期待它突破之后呢，再回来做一个回踩测试。在这附近去找一个合理的做多机会。再看到金融指数的部分，金融指数的走势就比较横盘整理一点。那也不过因为是没有夜盘的关系，所以呢，下个礼拜如果开高，可能这个位置附近，我们就要留意它在这个前高的一个位置，这边有好几次的压力支撑互换的区域，就要留意到这个位置会不会造成一个压力。那当然，你没部位的也比较难，你在这边做一个多单的进场追多，除非它突破后会回踩测试。再看纳斯达克指数期货的部分，这条长时段的下影线呢，在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行情如果持续的上涨都没有回来的话，是比较难以去找一个进场点的。那它在这边也有碰到一个回档，这回档的幅度也蛮大的，400多点。那目前来看呢，可以观察到上个礼拜五的夜盘，指数做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上涨。那目前来说，周一已经开盘了，那目前只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的小拉回，但是它还没有明确的突破这条下降的趋势线，所以呢，在这边要进场去做多，可能要留意到更短线的位置有没有出现在这个位置的开高低收的位置附近，去找一个回撤的点，那去期待它在短线上可以出现
还不错的交易计划，然后你的停损空间也都可以设置好，因为毕竟如果你要守这一根 K 棒的低点，又有点太远了，所以在这个低点的位置附近，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开盘价跟收盘价的位置，去留意它会不会在这边出现一个短线上的回踩测试，那就可以期待它有机会可以突破这条上升趋势线、下降趋势线，再继续去往这边去做挑战。再看美元指数的部分，美元指数上礼拜有提到，如果它已经确定它跌破了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等它上涨来这边做测试的时候，去做一个空单的布局计划。那这边可以看到它上涨的幅度没有来到这个，甚至没有来到这个区域做一个测试哦。那看来它的走势就是相当的弱，所以呢，一样就是维持我们先前的一个计划。既然它已经跌破这个平台，那就是等它上来做测试，测试失败之后，我们就去做一个空单的交易计划。它目前呢是在一个跌破后的一个整理的区域下缘，所以要去做追空，会比你在上面做空亏损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它在这个 K 棒都有一个上下都有一方的一个表态，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可能又会被这一方的力量往上拉，那你要在这里做空，可能就会被嘎。再看到黄金的部分，上次有提到黄金可能会期待它碰到前面的压力之后回来再做一个测试，但是它还是持续的做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表态。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去观察它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做到交易计划的一个好的进场点。这边可以观察到它是在1900整数价格做一个回踩后的上涨，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去期待说它在1900的时候做一个回踩，那并不要明显的跌破这个位置，形成一个 M 字形一个走势。如果它 M 字形的话，出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并且跌破这个1900的位置，可能行情来说就要暂时的走弱。但如果它只是回来测试到这个又出现打勾，那当然还可以持续的去做一个多单的期待。那如果有机会再回来到这里做测试的话，你就可以大概做这样子的交易计划。那它走的这一波非常的陡峭，非常的快速，所以呢，要做到的机会，除非你在短格局用分 K 用小时 K 去做一个计划的布局，不然会比较难以用日 K 去抓到这一波的上涨机会，可能只有在这个位置，或者是突破之后的这个位置，去找到一些好的位置进场。再看到原油的布兰特原油，那之前都没有提到过原油的部分哦，那这边它出现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走势，一个 W 型的一个走势。那 W 底呢，可以印证这边就是有低点越来越高。那你之后要进场做多的话呢，可能要等到它回来突破之后回来测试这个长时段的压力支撑互换区，还有这条下降趋势线，或者是说呢，它再来打一次底，因为这边也是有一个位置是经过人家的一个验证，这个低点的位置，还有这里也有多次的互换，密集的交易区，那刚好也可以形成一个底部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不管是怎么样，都不应该在这边去做多单的进场，而是等它突破回来测试之后呢，去做一个找一个进场的位置，因为这里也是前面的一个高点颈线的位置。然后下面的话呢，就是等它回来做一个测试，它就会变成一个三角形的走势。如果它真的有回来，我们说的这个前低又回来，出现一个走势，类似这样子，就会形成3点一线，变成一个三角形的走势。那之后就是看它怎么表态。当然，你在这边如果认定它是一个多单的机会，底部也一直在垫高，那高点这边有突破，虽然它回来做测试，还是可以去在这个短格局里面去寻找一个最低点，去做一个停损的位置，然后期待它可以突破趋势线，整理上涨，再突破这个更大的压力支撑互换区域，去找一个多单的交易计划，加码或者是新仓的布局，都是可以去做考虑的。这边可以去做一个留意。再看到比特币的部分，比特币呢上周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上涨，再一次出现非常强的上涨。上个礼拜有提到，前高的位置可能会去做一个震荡，可能会去做一个整理，不会去明显的持续去做一个突破。那在这边整理了几天之后呢，再次迎来一个突破性的上涨。那这边呢，全部的位置都突破了。那再来有回踩，当然就是可以去找做多的机会。虽然回踩的深度比较短，所以要去找多单的进场也比较困难。那不过呢，这边有2次的一个高点的位置，去找他们在这边整理，出现了一个新的低点之后，积极的去做一个布局。再看到以太币的部分，以太币呢也是一样突破了前面的位置，但是这边的高点就不像比特币一样，11月的高点就不像比特币一样直接的突破。虽然它的走势也是蛮凶狠的，但是比特币已经要来挑战9月的一个前高，那以太币正在挑战11月的。那所以呢，当然这一波的上涨非常的强，最后还拉了一个长黑 K、长红 K。那如果它回来做测试，当然可以去找一个进场点，但是停损的部分一定要设置好。不管它会拉出来之后走最后一段，碰到前高之后压回，还是说它只是拉多之后呢，回来先休息一下，1600又是整数价格，如果它有手的话，再继续往上攻也是有可能。所以重点不是说它未来是往上还是往下，而是说你的交易计划在这边的低档位置布局，它是要持续的走，你是看多去做多的交易计划，当然停损要自己拿捏好。这边也是100点的一个位置，1600到1500，所以这样子的空间够不够让你去换？还是说它回来整理之后，你要用更短线的交易计划去看待，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做错方向，就是一定要停损。那谢谢大家，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祝大家新年快乐。